食得是福，今日同大家傾一個好味又健康嘅話題，食得是福。等我哋用輕鬆開心嘅心情，加上上帝嘅話語，來學習點樣食得健康，食得感恩，保證大家聽完會更加識得享受上帝賜給我哋嘅美食。第一，乜嘢係食得是福？健康飲食，食得是福唔係指食得多，而係食得感恩，珍惜上帝賜嘅每一啖食物，食得健康，選擇對身體好嘅食材同煮法，食得開心，同家人朋友一齊享受美食。聖經點講？所以你們或吃或喝，無論做什麼，都要為榮耀神而行。食嘢飲水都可以榮耀神。例子諗下陳伯每日煮飯前都會祈禱感謝上帝賜食物。佢話而家連食條菜都覺得特別甜。第二，點解對長者特別重要？老友記，食得健康真係好重要㗎。身體需要，年紀大消化能力減弱，要揀易消化又有營養嘅食物。預防疾病，好飲食可以預防三高：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保持活力，食得好自然精神好，可以侍奉神同幫助人。聖經點講？親愛的兄弟啊，我願你凡事興盛，身體健壯，正如你的靈魂興盛一樣。上帝希望我哋身體同靈性都健康。例子諗下方姨之前成日話攰，後來營養師教佢點樣搭配食物，而家朝早返教會，下晝探訪，仲有力過後生仔。第三，點樣食得健康又開心？唔使怕，上帝賜我哋咁多美味食材，等我哋一齊學習點樣善用。方法一，選擇上帝做嘅天然食材，多食蔬果，每日至少3份蔬菜，2份生果。優質蛋白，魚、豆腐、雞蛋、瘦肉、全穀雜糧、糙米、燕麥、番薯代替部分白飯。聖經經文，神說：看哪，我將遍地上一切結種子的菜蔬和一切樹上所結有核的果子全賜給你們作食物。上帝一開始就賜給我哋健康嘅植物性食物。方法二，學習聰明煮食法，少油少鹽，用香草、檸檬汁調味代替鹽，蒸合焗煮，減少煎炸，保留食物營養。細嚼慢咽，食慢啲，等大腦知道飽肚。例子，明叔以前最鍾意食炸雞，而家改食焗雞扒，仲發現原來一樣好味。聖經經文，你們吔吧，喝吧，因為你們的工作蒙神悅納，受食物係上帝喜悅嘅。方法三，保持飲食感恩心，飯前祈禱，感謝上帝賜飲食，分享食物，整多啲請弟兄姊妹食，唔好浪費，煮適量，食唔晒留聽日。聖經經文，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遞給他們。耶穌都為食物祝謝。方法四，注意長者特別需要，補充鈣質，飲奶，食豆腐、芝麻預防骨質疏鬆。多飲水，每日至少6到8杯水，唔好等到渴先飲。少食多餐，胃口細可以一日食5到6餐細份量。聖經經文，你的泉源豈可將日在外，你的河水豈可流在街上。保持身體有充足水分好重要。總結，食得感恩，活得健康。老友記，記住，飲食係上帝賜嘅福氣，要感恩享受。選擇天然食材，照顧上帝賜嘅身體，食得健康，讓我哋更有力侍奉神。最後送俾大家一句金句：你要認識神，就得平安，福氣也必臨到你。認識上帝嘅人必得平安同福氣。講座小貼士，最後請大家分享一樣最喜歡嘅健康食物，一齊為上帝賜飲食感恩祈禱。預備健康小食，如水果拼盤，大家分享。印製長者健康飲食小貼士單張，有需要可以隨時揾牧者傾偈。願大家都食得健康，活得開心。附上輕鬆健康飲食口訣：蔬菜水果日日食，白飯減半糙米補。
蒸合焗煮笑煎炸，少鹽少糖多飲水，食物感恩主賜福，食得健康榮耀神。好，各位早晨，各位早晨。今日林牧師嚟到咧，我朋友嘅後花園啊，呢度有個好靚嘅花園係嘛，有農地喎，我哋種咗好多果樹喎，有香蕉樹，有芒果樹喎。嗱，我哋剛才咪唱一首歌啊，神愛你愛我啊，做咗好多東西俾我哋喎。咁咧，我今日就同大家唱一首生果歌，要祝福你。嗱，呢首歌咧，大家曾經唱過嘅喎。嗱，我哋唱一次好嘛？嗱，就叫我要唱歌祝福你，好身體好福氣。我要唱歌祝福你，主恩跟住你。唱過未啊？嗱，再唱一次啊！1、2、3，我要唱歌祝福你，好身體好福氣。我要唱歌祝福你，主恩跟住你。好啦，咁咧以前係唱過呢首歌啦，咁今次咧我哋就特別啲，我哋咧就天父恩典好唔好啊？係啦，天父恩典咧俾我哋咩啊？除咗係有陽光、空氣、水分之外咧，亦都俾我哋咧有好多恩典嘅喎，包括咩啊？俾我哋有健康，俾我哋有喜樂，俾我哋咧有平安，同有朋友喎。所以咧，以下首歌我就咧加咗呢啲嘅恩典嘅元素啊。好啦，咁咧蘋果代表乜嘢啊？係啦，代表平安啊！嗱，我唱一次啊！我要唱歌祝福你，好身體好福氣。我要唱歌祝福你乜嘢？平安跟住你。好啦，記住啊，蘋果就係平安啦喎。好，我哋唱第二個係咩咧？呢個咧咩嚟㗎？係啦，呢個香橙代表乜嘢啊？冇錯，代表健康啊！多啲食維他命 C 咧就係健康嘅。好，我唱一次。我要唱歌祝福你，好身體好福氣。我要唱歌祝福你，健康跟住你。嗱，記住啊，望到個橙就唱咩啊？唱健康啊！好，跟住咧。呢個咩嚟㗎？係啦，呢個香蕉係咪哈哈笑啊？代表喜樂啊！咁所以咧，望到香蕉就唱咩啊？唱喜樂。嗱，我試一次啊！我要唱歌祝福你，好身體好福氣。我要唱歌祝福你，喜樂跟住你。咩嚟㗎？係啦，喜樂跟住你。好，我重溫一次。蘋果係乜嘢？平安係啦。香橙係乜嘢？健康係啦。香蕉係乜嘢？喜樂啱啦。最後咧就感謝天父俾我哋有好多咩朋友係嘛？你隔離前後都係你嘅朋友，所以咧雪梨代表有你，代表朋友啊！我要唱歌祝福你，好身體好福氣。我要唱歌祝福你，朋友跟住你。嗱，雪梨代表乜嘢？朋友。香橙代表乜嘢？健康。香蕉代表乜嘢？喜樂。蘋果代表乜嘢？平安。係啦，嗱，咁而家大家識啦喎。嗱，跟住咧就我咧攞咩生果，咁你就要唱啦喎，好唔好啊？啊，睇下大家醒唔醒目先啊！好，1、2、3，我要唱歌祝福你，好身體好福氣。我要唱歌祝福你，朋友跟住你。嘿，我要唱歌祝福你，好身體好福氣。我要唱歌祝福你，平安跟住你。係啦，多一次啊！我要唱歌祝福你，好身體好福氣。我要唱歌祝福你咩咧？健康跟住你。嘿，好啦，再唱一次啊！我要唱歌祝福你，好身體好福氣。我要唱歌祝福你，喜樂跟住你。好啦，得唔得啦？識唔識啊你？嗱，識咧，今次咧我唔唱你哋唱好唔好啊？咁啊，我攞咩你就唱咩嘢喎？好，嚟，再溫習一次。香蕉代表乜嘢啊？喜樂係啦。蘋果代表乜嘢啊？
平安係啦。香橙代表乜嘢啊？健康係啦。然後咧，雪梨代表乜嘢啊？朋友。好嗱，今次咧我唔睇㗎啦，我求其望就得㗎啦嚇。好，我哋再唱一唱吧。嚟1、2、3，我要唱歌祝福你，好身體好福氣。我要唱歌祝福你，健康跟住你。嘿，我要唱歌祝福你，好身體好福氣。我要唱歌祝福你，喜樂跟住你。嘿，我要唱歌祝福你，好身體好福氣。我要唱歌祝福你，朋友跟住你。嘿，我要唱歌祝福你，好身體好福氣。我要唱歌祝福你，平安跟住你。識唔識啊？嗱，好啦，咁我哋如果全部加埋咧係咩咧？咦，結束，好，暫停先。影。好啦，嗱，剛才咧我哋就原來呢啲嘅蘋果、橙、香蕉咧，都係天父所創造嘅，係咪啊？俾我哋享受嘅喎。不過咧，原來咧食橙有咩啊？有健康喎。食蘋果咧有平安喎。有雪梨咧就有朋友喎。咁有香蕉咧就有喜樂喎。咁呢啲加埋叫咩啊？加埋咧就唔係叫做雜果，叫做主恩，知啊？就係叫主嘅恩典。所以咧，我陣間再唱一次咧，最後我全部三個一齊就叫咩？就叫主恩跟住你，得唔得啊？我希望咧信耶穌咧有喜樂、有平安、有健康、有朋友都跟住我哋。呢個就係天父賜俾我哋嘅好大好大嘅恩典啊！得唔得？嗱，我哋再唱一次啦嘛嚇。咁咧就今次咧，我哋就逐個先。大家識唱未㗎？識啦係咪啊？跟住嚟，預備1、2、3。我要唱歌祝福你，好身體好福氣。我要唱歌祝福你，喜樂跟住你。嘿，我要唱歌祝福你，好身體好福氣。我要唱歌祝福你，健康跟住你。嘿，我要唱歌祝福你，好身體好福氣。我要唱歌祝福你，朋友跟住你。嘿，我要唱歌祝福你，好身體好福氣。我要唱歌祝福你，平安跟住你。好啦，最後一次啦。我要唱歌祝福你，好身體好福氣。我要唱歌祝福你，乜嚟㗎？主恩跟住你，主恩跟住你。好啦，希望咧我哋信咗耶穌之後咧，有神嘅恩典，每日祝福我哋有平安、有喜樂、有健康、有朋友，主恩天天跟住我哋。OK， 好，我哋一齊鼓掌，多謝耶穌好嘛？係啦，多謝天父係啦。好，大家識唱未啊？識唱咧，咁下次再唱嘅時候咧，咁林牧師就會送晒呢3個等你哋咧唱完之後有得食好唔好啊？好，我哋下次再唱過啊。好，拜拜。我要唱歌祝福你，平安跟住你。我要唱歌祝福你，你哋隨住我要唱歌祝福你，喜樂跟住你。我要唱歌祝福你，好身體好福氣。我要唱歌祝福你，健康跟住你。我要唱歌祝福你，好身體好福氣。我要唱歌祝福你，朋友跟住你。咁咧，梗可以好多袋噶嘛啊！咁即係話啤你啊！你冇啤住我啦。咁啊，仲有咁啊，可以講提子咯。講提子用咩代替咧？嗱，平安喜樂，你有啲字噶嘛嚇？提子咧就咩啊？子孫啊嘛，可以用，即係你自己可以作噶嘛。即係呢個可以用一啲生果做圖啊嘛，係咪？咁啲生果後面就變咗一啲嘅咩？一啲嘅主嘅恩典啊嘛。蘋果即係咁意思啫嘛。咁咧就係咪唱一齊咪得意啲啊？係。嗱，咁所以話大家想要乜嘢啊？
梗係主恩啦，冇淨係蘋果啊，少唔少啊，係嘛？所以主恩咧就四耶穌就全部俾晒你，係嘛？啊，咁你可唔可以就將呢首好簡單嘅詩歌？係，我要唱歌祝福你，好身體好福氣。我要唱歌祝福你，喜樂跟住你。係，我要唱歌祝福你，好身體好福氣。我要唱歌祝福你，朋友跟住你。係，我要唱歌祝福你，好身體好福氣。我要唱歌祝福你，平安跟住你。再一次，主恩，我要唱歌祝福你，好身體好福氣。我要唱歌祝福你，主恩跟住你。係啦，我話咧，跟住蘋果咧，平安係嘛？好啦，香蕉咧，喜樂。雪梨咧就朋友嘛，有你嘛，咁咧，所以咧，咁我咧就用生果就變咩啊？主恩變咩啊？信耶穌咧就俾你有咩？得到醫治有健康，俾你咩啊？有平安，人生60無主係咪啊？呢度咩？有常常喜樂，而咧俾你有朋友，好啦，加埋晒係咩啊？主恩咯，係啦，主恩咯，加埋就係雜果啊嘛，就係主恩咯。所以主恩有咩啊？有平安，有喜樂，有健康，有朋友，正唔正啊？要唔要啊？要。咁係咪好明白邊個主恩啊嘛？係咪？好啦，嗱，咁而家咧，所以而家我點唱法咧？咁我就試下咧，譬如話，我要唱歌祝福你，好身體，好福氣。我要唱歌祝福歌啊！喜樂點啊？好啦，如果話喜樂咧，就香蕉喎，就舉高香蕉喎，好嘛？好嗱，咁如果話平安咧，平安係啦。如果我話唱健康咧，就橙係咪？仲有咩？朋友咧，雪梨係咪？雪梨唔緊要，而家我哋可以整咗2個啦。嗱，其實咧，如果人多可以一人一個嘅。你知啦，好目前啊嘛，收兩張。分睇先。夠唔夠啊？夠一人一個先嚟。好，嗱，我哋唱一次啊嘛。嗱，咁我哋今次咧就因為咧老人家唔識字咪用，佢識啲要健康嘛。好，我哋唱一次嗱，1、2、3，我要唱歌祝福你。好身體好福氣，我要唱歌祝福你，主恩跟住你。好啦，咁跟住點咧？嗱，而家咧就我哋唱嗰隻黃牧師攞乜嘢，你哋就唱咩喎？如果攞呢個係唱咩跟住你啊？平安跟住你噶嘛。所以咧未唱嗰啲時，黃牧師就攞過嘅，你就見邊度唱咩嘢得唔得啊？啊，咁咧就 OK 啊。好嗱，咁所以我哋可以由慢至快嘅，咁係咪大家都可以有一個專注啊嘛？好啦，咁如果黃牧師攞蘋果咧，邊個攞蘋果嘅，你就舉手咯，好嘛？咁大家咪有參與啊？嗱，因為老人家你知咧，一定要俾人參與噶嘛，但係就唔好太複雜啊嘛，啊，而家就好，1、2、3，我要唱歌祝福你，好身體好福氣，我要唱平安。嗱，第一個就可以我講先，第一次啊。咁第二次咧就我唔講，就牧師就舉3個，即係我多啲變化噶嘛。啊，而家我講先嘛，我講就下面啲人就舉喎。好，咁可以由慢至快啊，1、2、3，我要唱歌祝福你，好身體好福氣，我要唱歌健康。健康跟住你，健康你舉橙㗎嘛，係啦。嗱，咁你唱咧，你又可以話我要唱出，你可以好身體，你可以同俾隔離嗰個嘛，俾個拉你，俾個拉嘛，之後可以即多啲互動下，因為好明點啊？特別我哋可以同隔離個好身體，大家可以多啲嘅互動咯，好嘛？咁就希望可以增加大家個嘅
合作，好，1、2、3，我要唱歌祝福你，好身體好福氣。我要喜樂，喜樂跟住你，嘿！我要唱歌祝福你，好身體好福氣。我要唱歌，好啦，平安跟住你，嘿！我要唱歌祝福你，好身體好福氣。我要唱歌，係有跟住你，嘿！我要唱歌祝福你，好身體好福氣。我要唱歌，主恩跟住你。好，再一次，你1、2、3。好，我要唱歌祝福你，好身體好福氣。我要唱歌祝福你，平安跟住平安啊，健康嚟嘅喎。再一次，我要唱歌祝福你，好身體好福氣。我要唱歌祝福你，主恩跟住，主恩係生果之王啊，生果之王。健康跟住你，攞呢個咧，健康跟住你，攞呢個咧，係啦。總之我攞咩你就唱咩得唔得啊？咁一方面就可以互動下，冇悶啦，係嘛？咁所以唔使睇歌詞啦。呢個就係咩啊？呢個咧，係嘛？呢個咧，健康，係啦，全部都 OK。好，預備1，先，咁呢個好夾睇啲嘢先啦。我打先，喺度啦 ，OK， 呢個。好，唔該你。好，我哋 OK， 我哋今次咧就跟上嚟。嗱，咁我舉咩你嚟唱咩咯？話聲先嚇，1、2、3。我要唱歌祝福你，好身體好福氣。我要唱歌祝福你，喜樂跟住你。嘿，我要唱歌祝福你，好身體好福氣。我要唱歌祝福你，平安跟住你。嘿。我要唱歌祝福你，好身體好福氣。我要唱歌祝福你，喜樂跟住你。嘿，我要唱歌祝福你，好身體好福氣。我要唱歌祝福你，健康跟住你。好啦，咁啊嗱，咁佢就叫聖誕版啊嘛，係咪？咁就原來咧，哇！原來信耶穌咧有咩啊？有平安、喜樂、健康，呢啲咪照恩典咯。咁係咪比較清楚啲啊？主恩比較抽象啲嘛，俾書先講係咪？好啦，唱歌祝福你，好身體好福氣。我要唱歌祝福你，健康跟住你。我要唱歌祝福你，好身體好福氣。我要唱歌祝福你。嗱，即係咁，嗱呢個嗱，突然間，好啦，原來佢估嘅喎，咩咧？有啲人懶醒啦，你咁咧就太早提示啦，係咪？我要唱歌出嚟。我呢個人冇咩唱歌節拍㗎，我揾我個。唔係你醒。好福氣，我要唱歌祝福你，健康跟住你。嘿，我要唱歌祝福你，好身體好福氣。我要唱歌祝福你，健康跟住你。好嗱，咁呢個就係增加個互動啊嘛，係咪？咁亦都係開心啲玩啲啊嘛。嗱，咁呢個就第2咧好啦。好啦，咁第3咧嗱，咁咧而家咧就係你哋每人咁如果中意咧，你可以再加啊嘛，可以加檸檬啊嘛，即係我撳俾佢哋啦，係嘛？咁你諗啊，檸檬特別譬如話食得你開胃咁，即係其實可以加提子啊嘛，點解即明唔明點解？即係佢一反三啫嚇。咁不過我就簡單啲就係今次就三樣蘋果，咁每樣就一樣噶嘛嚇。咁變咗就互動啲好玩啲咯，係嘛？所以咧呢首歌就唔使嚟睇歌詞咁，因為好簡單啊嘛。咁又唱又玩，
咁自然大家就好投入噶嘛，係嘛？好啦，嗱咁今次點啊？嗱，正話我舉歌就唱歌嘅啫。今次點啊？我大家坐幾先啦。嗱，祝福你好身體好福氣，我要唱歌祝福你喜樂，喜樂跟住咧就係啦，就係你起身啦，咁啊，即係咁佢咪譬如我唱地嗰個平安嚟，係啦，即係咁咯，係啦，即係咁佢哋有得參與啊嘛，同埋即係互動些少啊嘛，得唔得啊？所以我就話一首歌可以好多變化嘅，但係咧如果你冇道具就好難噶嘛，撳 PowerPoint就比較慢啲噶嘛嚇。咁呢啲就最好咯，有個完咗之後一齊食嘢噶嘛，係嘛？咁係咪食住玩啦？係嘛？咁1、2、3，我要唱歌祝福你，好身體好福氣。我要唱歌祝喜樂，喜樂跟住你。嘿，我要唱歌祝福你，好身體好福氣。我要唱歌祝健康，健康跟住你。嘿，我要唱歌祝福你，好身體好福氣。我要唱歌祝平安，平安跟住你。嘿，嗱，想唱咯。好啦，咁其實首歌咧原本叫主恩跟住你嘛，所以我話主恩咧就全部起身咯，雜果。主恩有晒咩？有晒喜樂、平安、健康嘛，咁一齊起身咯，明唔明啊？所以咧主恩就係咧雜果拼盤，係嘛？即係到而家我哋如果人多，咪加多平盤都得㗎。就每樣嘢代表一個東西啦，係嘛？咁都係老人家中意㗎嘛啊，平安喜樂咁樣。提子咪一抽提子有咩啊？仔女跟住你，子孫跟住得㗎啦，係嘛？啊，喂，有仔有孫都係主恩嚟㗎嘛？男仔㗎，主恩跟住一齊起身咯，啊，明唔明先？嗱，咁呢個咧就，所以呢首歌咧就好簡單，咁咧話已經可以唱三四個字㗎啦，係嘛？即係唔覺，係嘛？但係啲人唔覺得悶㗎嘛，啊，同埋即係覺得係一個有互動咯，啊 ，OK， 嗱，我哋再唱一次好嘛 ？OK。1、2、3，我要唱歌祝福你，好身體好福氣。我要唱歌祝喜樂跟住你。我要唱歌祝福你，好身體好福氣。我要唱歌祝健康喎，健康跟住你。我要唱歌祝福你，好身體好福氣。我要唱歌祝喜樂，係啊，我故意喜樂唔得嘅，係咪？即玩啫，即係鼓勵唔到嘛，即係咁大家咪可以專注啲咯。如果下下都好似這樣，所以呢個就好睇你唱歌啊，你自己即係變化多些少啫嘛嚇咁。嗱，好啦，仲有咩變化咧？譬如教得嚇啊，喂，即係咁呢個咪其中一首歌咧，又係即係新朋友都好噶。嗱，咁如果你想慳數啲，咁咪就係自己抵咯。咁啲人就替你做咯。啊！而家咁你自己可以畫馬事啊嘛。好啦，嗱咁而家話咧就嗱，我哋咧就好啦。咁最後咧我就話主恩跟住你哋點啊？起身啦，好嘛 ？OK， 1、2、3，我要唱歌祝福你，好身體好福氣。我要唱歌平安跟住你。